2026年財運亨通啊！而如果你係經營五行土相關嘅工作，更加係可以令到你暴發㗎。例如有啲咩呢？第一，政府項目；第二，大型嘅盛事；第三，房地產項目；而第四，殯葬墓地。呢四個都係屬於同一個體系，叫做密集式用地。而經營礦石、稀土、寶石、瓷磚、水泥、五行土物質嘅嘢，都相對容易賺到錢嘅。但係狗嘅財運係行1年嘅啫，下年就破太歲噶啦。所以蘇州過後就冇艇搭，快啲搭翻個棚，係咪搭翻個艇，好好咁把握今個揾錢年啦。事業運方面，五行土代表領導、管理層、顧問、中介。如果你嘅工作性質係同呢幾種有關嘅話，咁就恭喜你啦！今年有望更上一層樓，升職加薪。不過都要留意翻2026年身邊小人係真係多㗎。愛情方面，感情大致順利，日間平穩，中午有短暫嘈交，夜晚有幾陣激情。對有計劃生育嘅夫妻係一個唔錯嘅年份嚟嘅。單身嘅朋友因為三合太歲係主平穩同埋穩定，所以人緣唔錯，但異性桃花就唔算多。不過就有機會遇到一個適合過日子嘅正緣咯噃。健康方面就要注意下胃病同埋意外所帶嚟嘅血光災禍，可以嘅話帶翻天蠍去幫你化解啦。